这就是大荒庭传功。武当果然已经归顺北凉。公主，眼下正是时机。此话怎讲？此时打断他们二人，让内气冲乱徐凤年的经脉，他整个人就废了。公主，请稍等。可你这么做，徐骁岂不恨死你？徐骁岂能依靠？好，你若成事，朝廷必将传旨封你为武当掌门。多谢。一起出手。这又是谁？小王师兄，怎么从紫竹林里出来了？别再上前了。再这么下去，掌门师兄一身功力就全废了。这是师兄自己的决定。怕小来不及了。晚了，来不及了。唉，殿下，势不可为啊，还是走吧。你们这是害了武当。小道士，要不要跟我们一起下山？公主，我就不下山了。掌门师兄功力全失，武当定会重选掌门。我想试试，若能成为掌门，或能力挽狂澜。很好，你放心，朝廷必定全力支持你兼任武当。多谢公主。那徐凤年快醒了，还请公主速速离开。小王师兄演得不错，少说话多动手，也不算难。去看看掌门师兄吧。师兄。没出差错。
公主应该是相信了。借北凉之威震慑龙虎山，再让京城为你助力。这样一来，你接手武当，就万无一失了。师兄，别苦着脸，用我这身大黄庭为武当换个未来，这是赚了。你手上的这把神图，交到你的手里，你当知道为了什么？寿山。风雨飘摇，师弟成就天下第一之前，武当就靠你的这把桃木剑来收成了。我在，武当便在。你们都先上去，召唤诸位师兄弟。过会儿我有话说。那你的师兄？我等他醒来。去吧。殿下，未见有人追来，即刻回京城。是殿下。那徐凤年得到内力之事，要不要即刻传信京城？徐凤年不过是个蠢材，有武功又怎样？在天下大事面前，个人无用，不值一提。殿下所言极是。倒是先把武当的消息传回去，可以确认武当已经归顺北凉。叫龙虎山别太强势了，不能为了一个小小的门派去挑衅徐骁。是殿下，我这就放出飞鸽，传输京城。还有，洪喜相心向京城，尽量支持他接掌武当。衣服怎么没湿啊？已经蒸干了。点火了？真气比火好用。已经把大黄庭给我了。给了。没感觉有什么不同啊？看来世子还挺契合这真气。真气能留下几成，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。哎，多谢。要上山顶，我扶你。有劳师子了。为了护住武当，我把自个儿这条命我扔出去了。武当好歹也算个不大不小的门派，要在这世上求活都如此不易。
那些真正的平民百姓又该有多么艰难呐！若日后有朝一日，世子接掌北凉，请世子一定为他们想想。一定。哎，怎么等在这儿了？扶你上山。也好，我就不用辛苦世子了。是啊，眼下年关将近，世子也该回北凉了。成功的事你早就知道。还请世子不要浪费了大荒庭，我等你踏上武帝城头的消息。公主殿下，我得去备些热开水，好给殿下沏茶呀。跟着我干什么？这时候应该去守护公主殿下。是。去灌壶热开水。怎么样了？情况有变。怎么回事？人被龙虎山接走了，应该是建九皇的手里。还有世子。世子怎么了？王重楼将一身大黄庭传给世子了。随州公主已经认定，武当归属北凉。自保。除了这点意外，其余都如王爷所想。随珠公主亲眼见到世子顽劣不堪，从今往后京城应该会对世子放心了。哎，对了，义父让我问你，要不要找个机会回北凉啊？我留在京城，对王爷更有用处。你辛苦了。走了。公主殿下，可以出发了。给钱了吗？给过了，5文钱。这些小民也是辛苦，给店家再送5文。客官，您还有什么吩咐吗？赏你的。哟，那可多谢您了。殿下，钱给到了。出发吧。是。孙雕四说的没错，随珠公主刁蛮的外表下，藏着颗多疑的心。什么都别剩，能烧都烧了。去武当接世子回家。王重楼有气魄，
我也没料到会是这样。2个月时间早就到了，我也该走了。您不跟我回北凉了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，途中遇上的，总会道别。这就是江湖。多谢前辈授业之恩。好好练刀，有缘再见。走了。都来了。掌门。好。从今日起，武当算是逃过了灭门之祸。我只有一句话告诉诸位：我死之后，洪喜相接任武当掌门。师兄，好像擦不掉啊。这就是大黄庭。江念，你说我是不是不应该来武当啊？别得了便宜卖乖，你如果不要，可以给我。传功会死人的，死了最好。再说我也不会传。世子，世子，你想我了没有啊？啊，龙兄想死你了。江念，咱们该回家了。喜欢可以多住几天。没必要。掌门师兄说他现在上下山太慢，所以就不送世子了。你帮我转告他，我欠武当的，永远不会忘。嗯，这是武当自家的真气炼法，有了大黄庭，可以参考下。就此别过。
跟你商量个事儿。那茅屋先别拆，院子里再帮我种点蔬菜。种什么？就跟之前一样。你又让我去偷菜园？你是下任掌门，不难。世子，你还是赶紧走吧。干嘛？你会骑马吗？不会怎么了？没怎么。你下去。我下去了，你怎么回北凉啊？我自己学呗。那茅屋跟菜园子都给你恢复了，跟我没关系。走之前再问你个事儿。你说，你到底什么时候去江南？见我姐一面都不敢了。等我成为天下第一，就能下山。下山之后，就去见他。天下第一，要等多久？会有那一天的。回北凉。走。人走了啊，让你去江南。师兄，我是喜欢徐之虎，可我也喜欢武当。我成不了天下第一，我是不会下山的。苦了你了。我不苦，我只是担心，您把希望都交在我身上。可如果我成不了天下第一呢？咱俩可是多年没有一较远近了，怎么样？今日比试比试？不好吧？不敢了。比就比。好。怎么样，师兄？今日比你好吧？我可是为了大荒庭的人，这叫虽败犹胜。可是这种事情，跟大黄庭有什么关系啊？小师弟，安心的做你自己。我跟师傅的眼光是不会错的，你就是未来的天下第一。到你下山的时候，可得风光点儿，对你大师兄长长脸面。好，天下第一。世子终于回来了，这便是大黄庭的印记吗？瞧着还挺适合世子的。都知道了，消息全都传回来了，还得恭喜世子文武双全。世子累了，先进去歇息吧。哎，你们怎么都等在城外啊？
府里出了点事，世子进去再说吧。正好，儿子，终于把你等回来了。哎，你说这王重楼啊，还真是果断，还真把这大黄庭传给你了。也罢啊，也罢也罢。饿了吧，儿子？看爹给你准备什么了。还有啊，爹给你找到了这个好玩意儿。不吃，这府里是出什么事儿了？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回世子，其实没什么大事，就是避避风头。避风头？北凉王跑到这儿来避风头？府里闹鬼了？闹鬼倒好了，你二姐回来了。你把我学武的事告诉他了？还用我告诉他吗？这天下人都知道了。我还是回武当待几天吧。这不成，我跟你说，我已经告诉他你在回北凉的路上呢，他现在正在家里等着你。徐骁，你这是把我顶前面了。咱们父子俩总得找一个下来吧。这何必呢？你看见他了？他应该在我院里，你们先回自己房间吧，我一个人见他。带着。姐回来过年啊！我在武当用山石给你刻了一副棋子，您瞧瞧。看书累了吧？我给你揉揉肩。姐在上阴学宫待的还习惯吗？听说你学武啊？老黄死在了武帝城，我想把他剑匣取回来。姐觉得学武不好？学武随你啊。我只是没想到，在你眼里，老黄胜过了北凉。这怎么说？到了今天，你都还没有决定接过徐子淇。我是觉得自己无法胜任这千斤重担。够了，姐，你想怎么做，随你。多谢姐高抬贵手。姐，你去哪儿？姐，你消消气。我马上回上阴学宫，看不到你，我就不生气了。你这就回去？年都不过了。这我亲手给你刻的，你好歹看看。我看过。姐，我不是小孩了。你们都想让我坚守北凉，没问我愿不愿意吗？你有什么资格说你不愿意？每个人都应该决定自己的活法。你什么都不明白，白活了这么久，你连你自己身上的责任都看不到。
怎么是你？听说你又刺杀过徐凤年，不敢认？是，我是刺杀过他。我警告你，别忘记自己的身份。怎么，丫鬟就不能刺杀世子了？我跟你说最后一次，如果伤到许凤年，我一定会把你扔到井里，封了井盖，让你就这么烂在井里，永世不能再见到天日。听懂的话，白纸黑字写下来，发誓你以后再也不会对徐凤年出手。行啊，写字是吧？你给我支笔，越大越好。记住我说的话，我徐渭雄说到的，自然会做到。巧了，我也一样。二小姐策马而去，已经出了灵州。她倒是来去如风，闹半天千里迢迢赶回来，就是为了骂我两句。二小姐对世子的期望很高。她是上阴学宫数十年来第一奇才，我可比不了，也不想学。教你写的？嗯，这字儿不错。陈之豹，你在上阴学宫，应该学了诗书礼乐。我学什么，与你何干？学了这么多，杀气还这么重。我觉得上阴学宫很适合你。所以呢？所以如果没事的话，你就别再回北凉了。你觉得我是乱世之一？义父，陈之豹独自出营，将二小姐拦在城外。义父，要不要调兵啊？就别冲锋，别打扰人家。
找我干嘛？大黄庭怎么没了？王重楼不发功的时候，也看不出来。做什么？武当的泰拳感应篇，洪喜相给的。给你的，我又没大黄庭。我懒得读，不如你念给我听。想得美。每读一字，给你1文。1文钱。1字1文。2文。就1文。你多读几本，一样能读穷我。不止1本。你想啊，我要习武，就得读书。就说眼前这一本《泰拳感应篇》，我让红薯粗略算了算，大概6000来字。全本读完，我算你7贯钱。开张酬宾，你很划算。1本1副。行啊。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唯相无形，杳杳冥冥，寂寥淡漠。太死板，有感情些。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稳重些。你到底要怎么样？我花钱请你读书，你是不是应该有点质量？我出去一趟，你先读着，好好想想怎么读最合适，我再回来听。你那字儿写的不错。还行吧。我二姐凶你，你发誓杀我，合适吗？徐渭雄最疼的就是你，说杀他，他才不在乎。疼我，千里迢迢赶过来，就为了骂我几句。那是对你失望透了。你说我二姐为什么一定要让我接受北凉啊？这不废话吗？我二姐最痛恨的，就是世家门法嫡子传承那一套，所以她让我接手北凉，肯定不是为了徐家血脉，她有别的原因。那你不愿意接手北凉，到底是为什么？我不想看到，一直有人为了这件事而牺牲。那你什么都不做，那些人不就白牺牲了？你去哪儿？不弄脏双手，怎么保得住北凉？我接手北凉，但不会走你的路。
凤年来了，来，坐。黄妈被送去龙虎山了。啊，我知道了。龙虎山那边传来消息了。这个赵锡团待他不错，还真把他当做关门弟子了啊。所以老黄跟龙虎山做的交易，是不是你安排的？不是。老黄做这件事情，我真是不知道。所以在你本来的谋划里，黄满儿是送去何处？在你的心里，是不是已经有答案了？我觉得随珠公主出现在武当的时机太巧了。天下人都把你给看错了，凤年，好样的，聪明。所以你是想把黄满儿送给皇室啊？他留在北凉对你不利。皇室只想拿他当棋子。那送去一个棋子，危害不到咱们北凉啊。那是你亲生儿子。你也是我亲生的儿子。哎，这行了啊！你看，现在的结果呢，比预期的都要更好，对吧？但是老黄死了。我愿意接张北凉。啊？我说我愿意接掌北凉。张大海，你以前一直在拒绝，怎么现在会突然答应呢？什么理由？只有我接掌北凉，才能接黄满儿回家。哦。还有吗？这理由不够吗？你们兄弟情深，这固然很好，但是要当上这个北凉3州之主，这理由你不同意？没有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你看我等了这么久，你终于开口答应了。理由不够，没关系。我送你一个，这也能送？哎，对了，你从武当回来，是不是还没看你师傅去呢？快去跟人家打声招呼，你就在那儿等着我，好吧？快去吧，我马上就到，带着礼物过去。回来了。我去武当这么多天，你也不问问我过得怎么样。
你在武当过得怎么样？你这就有点敷衍了。干什么呢？这下面是什么？地基啊。不对，我闲暇时练刀，全力踩踏，感觉这下面还有空间。这下面应该还有一层。我从小就在听朝廷闲话，这下边真有一层，我一定知道。你真不知道？根本就没有。又怎么了？王重楼把大黄庭传给你了。还能看出来？我以为都没了呢。别担心，别人看不出来，我不过是了解武当心法细节而已。你跟武当有渊源？家学渊源。你们家是做什么的？跟你没关系。那你慢慢找，我上楼了。刀还我。秀东啊，本来就是借你的。我用着挺顺手。师傅，我回来了。好棋，杀机暗藏。哦，看出杀气就错了，重新下。师傅，您天天在这屋里边自己跟自己下棋，不无聊吗？我有对手。对手在哪儿？等你接手北凉，再来问吧。我已经答应徐骁了。徐骁让你来听朝廷的？是。那就下去吧，他会给你答案。给你个建议，等一会儿，把你的心里话说出来。你怎么找着的？门是你父亲打开的。来了。
这下边到底藏了什么？居然连我都瞒着。只有你答应了接掌北凉，我才能带你下去。走。你师傅都跟你说什么了？他让我跟你说出心里话，让我告诉你，为什么这么多年我都不愿意接掌北凉。还有，为什么我心里对你一直有怨气？我听着呢。你知道，大姐喜欢的是洪喜相。啊，就那个武当山那小道士，我当然知道了。但你还是把她嫁去了江南。啊，因为这样能换来江南文坛对北凉的支持。是。二姐这次回来只见了我一面，你也没留她。没有。你让她去上阴学宫求学，是为了让天下学子渐渐接受北凉。不错。现在黄马儿也被你送走了，家人一个一个离开，换来大权稳固。强敌鲫鱼，皇室忌惮，要想让北凉存活，总得付出点代价呀。所以在你心里，家人没有北凉王位重要。再走一会儿就到了。先天地生，快逃！有人要杀你。谁？仆役打扮，我看见他们拿着刀去你屋里找你。世子的院子，不是什么人都敢闯的。我拦着你，跳窗走。二小姐要想杀你，她是不会让手下代劳的。我知道。人呢，我是替你挡了，刀我也给收了。院里下人怎么会动不动就提刀杀人？二小姐院里的那些下人，以前可都是马匪重犯。这种人为什么会进王府？都是二小姐亲自抓的。二小姐从小就杀气重，出城剿灭的马匪不计其数，不少人都感叹过。可惜了徐渭雄，不是男儿身。回来了，好不容易回家，怎么不多留2天？家里怎么样？谁送你的？怎么我送你的就不要啊？下回我陪你一起去北凉吧。我想在你身边护着你。哎，课堂等你。你腿没事吧？啊，我们现在已经在湖底了，这个地方湿气太重。没事儿。
这下边到底藏了什么？一会儿你自己看。陈之豹的父亲。哎呀，锦辽之战，他用命换了我，不然啊，今天这个位置就是他的。人人呐，都让我提防着陈之豹，可我知道，北凉对他到底意味着什么。王翦一缺大败之时，他用双手托起了城门，让我去逃命，自己却落个尸骨不全。西蜀之战，当时啊，离都城不过10里，军师赵长陵病死，就差10里，他就可以亲手为自己的满门家小报仇。这个破锣嗓子啊，还特别爱唱歌，啊，范蠡走的实在是太早了。韩立本无死罪，为树军机，我亲手砍下了他的头颅。当时600骁骑起家，现如今诸国平定，徐自齐统领3州之地，而当年这600人几乎全都在这儿了。为何不设祭品？用不着，他们不需要这些。儿子，你知道为什么爹被人称作人屠吗？杀人多。诸国乱战，世家门阀，战场上被我杀掉的人确实不少，所以世人都恨我，视我如魔。哈哈哈哈哈！当今这个黎阳朝啊，行科举制，这对天下人来说，不论贫富贵贱，都是个希望。如果当初国战世家不除，你信不信现在
为官之托还是任由世家举荐。你把天下看成一棵大树，那些世家就是那个粗壮的枝桠，夺走了全部的阳光。剩下的大部分人，就只能是树下的杂草，渐渐的枯萎、腐烂。所以啊，斩去世家，这世间才有新生。这就是他们的梦想，也是我的。你大姐嫁去江南，你二姐，去上您学宫，都是他们自愿的。他们宁可牺牲自己的一生，也要为北凉立下根基。是为了这些亡魂？不是，只为你。为我？为你遮风挡雨，让你很顺利地接掌北凉。你想过没有？我徐骁，这么痛恨世家，为什么还想让北凉继续姓徐啊？为什么？朝堂视咱北凉如猛虎，咱大军之中派系横生。如果北凉不再姓徐，这35万铁骑就会引来大乱，死了这么多人，这换回来的天下全毁了。以前为何不告诉我？你不自愿的接掌北凉，我就不能带你到这里来，这些话也就不说给你听。我大概明白了，你不是贪恋权位，徐家的牺牲是为了这些人共同追逐的一个梦想，也就是我二姐所说的责任。这就是你接掌北凉的真正的理由。我不认同。为百姓求生机，保天下无战事，这梦想非常好，但我不认同你的手段。用杀戮和诡计换来的北凉，还值得他们托付吗？你不要太天真好不好？不弄脏双手，怎么保得住北凉？太难了吧？再难也不能妥协。我接手北凉，但不会走你的路。我会守护梦想，也要保护家人。世上之事，等两全吗？
你心不够狠，什么都守不住。我想试试。行，给你机会，让你去面对现实。谁把这通道打开的？北凉王。哦，啊，那没事了。通道这事儿，麻烦阁下还别往外说。知道。我会替他们保密的。他们，不，还有谁下去了？徐凤年。哦。哦。好，我得去收拾行李了。好，马上要出远门了。啊。要我离开灵州，去哪儿啊？你不是说要去武帝城，帮着老黄把那个剑匣子给取回来吗？大黄庭我只留下6七成，还斗不过王献之。取个剑匣，用不着跟王献之动手。再说了，此行是你接掌北凉王的必经之路。这江湖行跟接手北凉又有什么关系啊？过年后，你走你的江湖，我去我的京城。2路齐走。你要亲自去京城？你接收北凉最大的障碍就是在于朝堂。北凉王位虽然有世袭罔替，但是朝廷早就想废除此制，到时北凉必将引发大乱。所以帮你博得世袭罔替，我们才能站住先手。那皇室又不是傻子，怎么可能把这名分给我？我会帮你安排好一切的。哦，对了，你不是想念自家姐弟吗？这次就给你这个机会，去见你大姐、二姐，你还可以去龙虎山跑一趟。哎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要跟朝廷做笔交易，我要让你大姐跟二姐都回家，把江南还有上阴学宫的布局全给撤了，就是为了替你保住这世袭罔替的机会。你是说我能把他们接回来？我会把路都给你铺好的，你要做的，就像去武当一样，你要做出最后的选择。选择什么？用什么方式接他们回来？凤年啊，如果在此过程当中，要死很多人，才能把他们接回家，你怎么选啊？我会找出第3条路。世上哪有这么多老黄啊？找出来的往往可都是死路。事在人为。好，我拭目以待，我拭目以待，啊！现在你先上去，我想再陪他们多聊会儿。哎，你们都听见了吧？啊！不过你们也说说，啊，有我这样当爹的吗？有吗？哎，但是我真的相信，
啊，在最艰难的时候做出抉择，才能让这小子脱了幼稚，真正的成长起来，是吧？啊，是吧？行了，你们大可放心，我一定把凤年培养成一位合格的北凉之王，让他替你们，也替我守住这天下。啊！啊！刚才你也一定都听见了啊！这小子非要去武帝城，啊，帮着这老黄去取这个剑匣子，幼稚。可一想这一路上，一定是有很多的凶险啊，总得有人在他身边护他性命啊！就算这小子安安全全的到达了武帝城，这要碰到了王先知，还真不好说了。听说王先知最近武功有大涨，真了不起。你说，万一这小子一冲动啊，跟王先知干上了，那一定就没了性命了。说这王先知哈。怎么见谁灭谁？王爷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看世子下去，猜到该启程了。呵呵，你还真是一个老道之人呐。过了年再走。这一路上就要多辛苦你了。哦，贫道知道。你干嘛？说起来。我还要过几日才出行，不用那么着急收拾。世子出行，细致些才好。还赌不赌？今天不赌了。你骗我！明日陪我访客，算你辛苦钱。多少？先付一半。记得帮我备些礼物，明日带上。明日守岁，大家都在陪家人，要访客也该是初一以后才好。不是每个人都有家人的。
歪了。徐小子，这歪了，帮我弄正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坐，东西放进去，放桌上就行啊，记得把炉火点上。哦，哎，我不会啊。还是那丫头啊！哎，你们成亲了没有啊？没有，我们两个不是。给你带点杂货，别嫌便宜啊。哎呀，别客气嘛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每年节前啊，这衙门都会送好多的节礼来啊，吃不了啊。那就慢慢吃。这衙门里这老哥啊，他也是这么说。老许头啊，听说你跟徐骁跟了很久啊？不能直呼名姓。是，徐将军上主国。那你还记得你当初为什么要跟着他吗？当初啊，就是为了有口饭吃，就想着天下太平，天下能公平。天下哪有公平？哎，别这么说。今年春闱，不是有个寒门出身中了3甲吗？可那大多数都还是名门子弟嘛。已经够了，就盼着天佑北凉，能一直守住这太平盛世。这盛世，我来替你们守。徐小子，这屠苏酒，你喝过头了吧？你觉得我当北凉王怎么样？你觉得自己比陈之豹强啊？我其实想过让陈之豹接手北凉，但我现在明白了，他不行。为什么？陈之豹表面看上去平静，但就像冰层下面藏着惊涛骇浪一样，他心里压着东西。若是他接掌北凉，战事必定重燃，老许他们守护的太平盛世就全完了。说的好像你就能守住一样。干嘛？过年啊，给你点礼物。你好歹是个世子，过年就送根绳。贵的东西不适合你。才怪！不要就还给我。干嘛不要？回头卖了，说不定还能赚1文钱呢。你不就是林探花身边那个樊姑娘？徐骁把你放出来的。回世子的话，我叫舒修，舒服的舒，害羞的羞，还挺好记的。樊姑娘是化名。世子好谨慎，放心，没有毒。王爷说世子行事但求2全，令二妹回来之后又被押进了地牢，本来是要问斩的。既然世子想2全，那是杀是放都由世子决定。世子可真是小心。对了，还得提醒你一下，你没把小王爷从武当带回来，林峨眉对你可有些怨念。你没把小王爷带回来。皇马上去龙虎山了。龙虎山？那等于交到皇室的手里了。不管我做了什么，
你信我也好，不信也好，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你想不想见到黄满儿？人都被你送到龙虎山了，我还怎么见？我年后出行，路过龙虎山，可愿同行？好，我会亲自接小文言回北凉。回家休养，年后出发。徐骁口口声声说不要忘了600老兵，但是他自己呢，一天天的就想着军中派系斗争。我都替老许头不值。